小豬咧，即係預料咧，即係未來嘅世界咧，即係將會即係會統一由一個國家統治嘅，即係其實而家啲即係世界上嗰啲即係細嘅國家咧，即係始終佢嗰啲兵力啊，同埋啲即係嗰啲軍力咧，即係軍火啊，始終都係唔夠啲大國嚟嘅根本啊，所以即係必定咧，即係會結盟啊，咁樣即係其實如果做大佬嗰個咧，即係梗係有咩事咧，就點嗰啲細嘅，即係點啲細佬咧，即係去打交嘅，即係死就死先啊，行啊行先啊咁樣，即係最終咧，你都要聽佢話啊，咁樣啊。如果唔係咧，佢又唔會話即係撐你嘅咁樣啊。咁所以到最後咧，即係話就由佢講咯。但係即係命啊，由啲細嘅國家出啦。咁樣到最終咧，佢又會即係將啲細嘅國家咧吞並為己有啊！即係變咗即係自己獨大嘅咁樣。但係你唔去結盟咧，咁即係遲早又係俾人哋即係嗰啲大國咧去即係消滅嘅。即係其實呢個世界係弱肉強食嘅根本，即係所謂一切嗰啲即係協議啊，簽嗰啲乜乜物物啊咁樣，都係冇用嘅。即係最緊要拳頭夠硬啊！所以即係未來世界會即係歸於統一嘅，即係由一個國家去即係統理呢個世界。小豬忽然諗起出嚟，即係諗到出嚟，唔知係唔係嘅，即係不過我諗都會係真嘅，即係。